火锅，妈妈小时候教我们怎么腌酸白菜，就是点点滴滴的非常想念。我应该自己腌这个酸白菜，把妈妈的味道拿到台湾的桌面上。我后来也是家逢巨变，然后爸爸突然离开这样子，然后就是说我回来接这个事业，然后把这个美食传承下去。毕竟是爸爸一手辛苦创业下来的。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这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最近这礼拜拢无公开行程，看起来较秘书，嘛无接受访问。今仔日总算有公开行程，针对着相关的问题接受媒体提问。咱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我为什么要每天出来？很难得，是因为失言的关系？没有啦，我不想，哎呦我已经不需要打知名度了，所以不需要每天上电视了。你今天没有带昨天推出了纾困的抵用券，行政院昨天推出了纾困的抵用券，你怎么看？你觉得它真的有办法去振兴到经济？那这一次有疫情嘛，所以我知道市面上销掉很多，所以纾困方案是一定要有。那要有纾困方案，那钱我想也不是问题。不过怎么执行，我还没看到它实际执行办法，所以我们要看等到那个执行办法出来才知道要怎么去配合和执行。可是有人说，当时的消费券其实就像丢到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会不会担心这次纾困抵用券也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是这样的，因为我都还没看到，所以这样嘛，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嘛，所以到底要怎么执行？因为他说拿600亿嘛，不过600亿要怎么做，我还没，因为我还没看到办法了，所以也没办法评论了。像你今天怎么没戴口罩？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已经撑很多天没有社区感染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最近比较安全的。所以觉得这个口罩现在已经可以啊？北市的纾困方案。那问题是中央要有通常调一些那个租金减免。不，我们大概我们是按照当年 SARS 的那些办法已经拿出来看了，不过是这样的我们有先准备了，原则上是这样，也不要再自己发明什么嘛用当年 SARS 的那个过去的经验。然后要再看到中央的办法，那再去把那些再修一修，我想这是最快的方法。像我现在好几天没有出来，然后学姐说现在是要动用更多的副发言人的一个体系。那他现在被任用，又被简书培批评说到职日比公告日早一天。就是这样的，我想其实这样，公务员办事也不可能去犯法了，因为我们这一条边的特别这种什么主计的，用钱用人，你知道都有市政府它有一定的标准。我大概知道那个啦，就是说他是接到通知来报道，什么都弄完。其实真正问题是我们主计处公告比较慢，但程序一切都合法没有问题。可是简书培认为说，他认为说这是黑箱，对他讲话比较爽，他说为什么需要学姐，非学姐不可。这个就是那个苏东坡跟侯印的故事嘛不要再引诱我讲了，心中有大便，看什么都是大便的嘛。所以你认为这个不是就是他讲黑箱，你觉得这个太过？不会啦，我跟你讲，主计啦，主计跟人事这都一条边，它都有一定的标准的，所以那些办人事的、办这种会计的有没有，他都不会去配合说谁来当市长，他也不用刻意去配合你，因为他是一条边系统的。想问一下这个居家检疫跟隔离，您说要重罚，不有人觉得这个罚款罚得太轻了？现在是这样的，居家隔离抓到一次6万嘛，居家检疫抓到一次1万。先这样，其实我跟你讲，处罚不是目的的，其实我们真正的目的是管理。先跟你只是说常常国人那个守法的习惯很差，你知道，所以先跟你讲说，你只要啪走就跟你花钱。我们处罚不是目的，管理才是目的。不过先这样。再不听就要加钱了。可是你的脸书贴文底下，大家都在骂说，这根本1万块不痛不痒啊！1万块很多的，1万块1万块不痛不痒，我天哪，妈这！是啊，那内湖漏油的现在还找不到泄漏点怎么办？啊？内湖漏油还找不到泄漏点。对啊，中油有在处理的，我们也不能中油不归我管，我没办法。可是像民众好像也都蛮担心的，附近。不过这样的，我想中油还是会做必要的处置的。至于这样你们应该问那个中油的你们要怎么处理啊？你有针对这件事情跟就是有啦，因为黄珊珊副市长也是内湖区出来的嘛，所以我们都有在盯的。问题是中油你跟他不归我们盯啊。像应勇现在要接任那个湖北省委书记，
你觉得他可以成功就是抗疫情吗？对抗疫情，因为你跟他就是有去年合作愉快嘛。我跟他只有吃一顿饭就叫合作愉快，你把看没有？我讲是这样的，这个我自己看了一下了，大概紧急状况下，习近平也是用自己的部队的啦，所以这个我看大陆这个情况是有点紧急的，所以紧急状况下，大概每个人都开始任用自己亲信的，应该是这样。那双城论坛呢？就是说你跟他去年就是一起办了双城论坛，现在他被调走了，你觉得这个还是会继续吗？我坦白讲这个以后再讲。双城论坛也是这个都很高层级决定的，也不是上海市长单方面决定的。这不急的，反正这个等这疫情过去了能办再办呢。像我们看这个菲律宾拒绝取消对台经理，还说台湾尽管取消免签没有关系。这个东西这个国际也不是比呛虾的，因为我查一下，菲律宾在台湾工作也有11万人嘛，不然就11万人都不要回家，也不要来，出去都不准再来。所以我想是这样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礼尚往来的，奇怪的这个，其实台湾是不需要停会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社区感染，其实没有理由停会的，所以只能，我还是较奇怪，还是用务实科学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OK。另外，要来关心日本昨昏传讲头一个为着中国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死者是一个80多岁巨人人，住伫咧心内参观，过身了后才确定为着武汉肺炎。日本这2天加5个确定的病例，其中一个是死者的囝婿，也有医生维护病人的情形。即卖日本确定的病例算有34例，日本就是中国以外，伫咧菲律宾、香港了后第3个有死亡病例所在。继续特别来关心泉州公主号游船伫咧海边隔离第10天，船顶拢总20外个台湾人继续隔离。本来按算讲新历19就会当落船，日本政府决定讲规只船的人拢爱检查，落船的日子可能会搁再延长着。咱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继续和日本伫咧敲切、伫咧打合，假使讲若是接到倒来台湾隔离检查，应该唔是问题。经疾管局局长苏益仁伊嘛讲到，因为20外个台湾人拢是为高风险的所在，倒来到台湾，上好倒来了后，都要定算起隔离14天，安尼较妥当。已经有人咳到受不了了，但是还是没办法做筛检。因为你没有发烧就不能筛检，发烧是一个门槛。伫邮轮泉州公主号船顶的台湾魔术师，12号尾阿嬷开直播，讲船顶欠医疗资源，就算有人扫甲真严重，嘛无法度安排检查。泉州公主号顶的本来有22个台湾人，其中一个人确诊送去病院，目前情形有较好。不过进前又出现另外一个80多岁老阿伯家嫂有火，外交部接到通报了后，已经请日本派医生去船顶开药啊。不过爱搁等偌久才会当落船，爱搁等日本来安排。隔离的时间当然是要跟他可疑的就是确诊的案子、相关可疑案子的一个接触的时间点，但绝对不会说有接触者，然后就后来才发现的，然后就一样的时间，所以那个2月19号那是一个弹性的时间，我们可以讲说2月19号是可能开始有一些可以解开的那并不会是全部。但是日本决定所有人拢爱检查，落船的时间可能会拖更较久。虽望目前物资有送去到船顶，不过旅客讲船顶的环境也是无讲真好，更有专家烦恼船顶的条件可能会互确诊的比例更增加。即使在里面现在一直在感染，就等于是武汉现在把那个城封起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得到的感染率是多少？6%。那未来呢？如果一直继续再感染下去呢？我们不知道会有几个%。专家认为，船顶21个台湾人为高风险的地区登来台湾了后，上好也是爱去定检疫14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甲因接登来了后，隔离检疫应该不是问题。是不是有要按照为武汉登来带伤团的方式来做？详细规划爱去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方面，咱台湾防疫有好消息传出来，第10例武汉肺炎确定的病例，因为症头已经较改善，3套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昨昏新历13已经解除隔离，准备出院。这个台商同款嘛是用录音档，也有亲手写批，讲伊为着了后，互人隔离的心声。伊讲伊本地真无勇敢，确定了后，厝内人变作是大家屁想的对象，压力嘛真大。伊讲就算因为安尼，会当生活伫咱台湾，真正是真幸福。
福。爱特别感谢咱的防疫也有医疗团队。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现在住院的心情，那我会这么说：我不勇敢，谁帮我坚强？录音来讲心声，台湾防疫搁再来传出好消息，国内第10例确诊武汉肺炎的个案，13号解除隔离，会当准备出院。住进医院之后，家人全部都变成了全民公敌，没有错。我内心也非常不舍与无奈。我明白人性都是担心自己，生怕被传染，但生病之后才能感同身受病人的无奈与无助。口气内底讲出确诊了后的无奈，配页顶缘写着：我无勇敢，啥物人替我坚强？这嘛是伊支持家己的动力。出生伫咧台湾是真正足幸福的，这是伊上想要讲互大家知的心内话。再次的谢谢陈时中部长带领的团队及所有的照顾我们的医护人员，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你。这名1月12号对武汉转来台湾的台商，1月21号虽然出现呼吸道的症状，但看医生时阵无肺炎，敢若诊断是一般的感冒。一直到1月30号，太太互人诊断是武汉肺炎，才搁转来检查，嘛确定伊已经受到感染啊，成做台湾第10例个案。经过10几天的等待，总算是无代志啊。在症状上面一直都属于比较轻微的，因为他的采检那2次都阴性了。那么现在整个这个症状上面也都解除了。伫咧头一个确诊的个案出院了后，即马阁有个案已经治疗好啊，遮尔互人欢喜的消息，嘛为这个防疫带来新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全识专家唔识唔惊，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伫中国继续作乱。有网友爆消息，讲一个为中国大陆转来的大陆某，为南京转来到台湾了后，无伫咧厝内家己管理、家己隔离，伫咧高雄拍拍走、拉拉趖，若出去外口食卤味，搁去公园运动、录影片，拢无挂喙罨、青眉唔惊穿。也毋过伊讲影片是进前录的，伊转来到台湾了后，就伫咧厝内隔离无出去。即马卫生局已经介入了解，提醒民众嘛袂当乌白传伊个人的资料，啊若无是违法。另外，即马高雄拢总13个人，因为违反客家检疫的规定，重罚15万。穿着黄衫的绿配，搭对中国大陆南京转来到小港的机场，要坐客停车进前，头一个动作就是先用酒精来做消毒。但对疫区转来台湾，应该爱伫咧厝家己来管理14天，煞互网友来逼讲，即个绿配四界拍拍走。网友播影片指控，讲即个绿配无滴喙罨，四界乱走。对2月初9到小港机场了后，迄天暗时啊，佫敢若去卤味店里食饭，过顿工佫出外运动，拢总无滴喙罨。即期对方无伫咧厝内做管理，经常都会来台湾。然后我又是健身教练，然后那些都是我以前拍的。我是当天到了高雄之后，就马上就回家了。面对网友的质疑，绿配来澄清，讲影片拢是进前翕的，嘛提出记录表甲对话记录。强调讲家己无出外，对这件代志，卫生局接到报案了后，已经来咧了解，但是嘛提醒网友家己来公布告知的行为，恐惊已经触发啦。另外，针对高雄目前防疫的状况，卫生局公布上新的资料。截至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有开罚的13例，13位没有配合居家检疫或者是居家隔离，以及在就医的过程没有配合去戴口罩的这些市民朋友，根据统计，目前高雄总共有1839个人捌去过大陆、香港和澳门旅游，或者是转机，必须伫咧厝内检疫14天。但其中有13个人被发现违反规定出外，有来重罚15万。在配合居家检疫的过程面，他可能跑出去了，甚至去摆摊做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事务，那这些我们是给予15万的一个重罚。相关的单位祭出重罚，就是烦恼武汉肺炎的疫情会搁再来升高。若是接触的民众无法度遵守规定，伫厝内做家己的管理，一旦逼出大规模的疫情，后果恐惊是无法度来料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新月12刊咱台湾中部一间病院发表的论文，研究台湾头一件互厝内人挖到中国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这是咱台湾头一届发表和疫情有关系国际期刊文章，要来了解伫咱台湾第5例挖到中国武汉肺炎的病例。就算讲这人无什么款的镜头，同款嘛是会因为直接真晚挖互厝内人，嘛真有医学的研究价值。这个先生他没有到武汉去，
他跟他太太是唯一的感染者的接触。卫生局1月28号暗时紧急召开记者会，公布全台湾第8例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伊是全国第5例。武汉查某大伤的翁婿，嘛是台湾头一件家庭感染的本土案例。病因来发表论文，12号刊启国际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那除了中国大陆之外，我们现在很少能够看到这种完整的临床的变化，所以这次彰化的医疗团队把这样的临床变化做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科学性的一个描述跟探索。我想在国际社群上非常需要这样的资料。目前这对翁仔某也搁伫咧病院做治疗，病况真稳定。医疗团队特别针对这2个案例传染甲发作的过程来做研究，发现伫咧太太也未出现扫发烧的症状的时阵，就已经会传染啊，所以才会将病毒传予伊的翁婿。这篇研究嘛成做台湾头一篇以武汉肺炎做主题，刊启咧国际医学期刊顶悬的论文，对国际治疗武汉肺炎有真悬的研究价值。不光是在国际的医疗社群上，我们都拥有非常高的一个跟大家互动的机会跟能力。我们觉得有机会在国际的一个防疫事务上，台湾能够做出非常有价值的贡献。翁婿住病院到即马，也阁有流鼻水、甲喘气困难的情形，但是无发烧，真有可能是无症状的传染者。若这款的患者无互人发现，会是防疫一个大缺口。啊，若病患就要阁等甲取检体，确定无传染的疑虑，才会当出院转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也未收煞，用来消毒的醋氯酸水嘛对咧热市。南投道民众讲，卖这款醋氯酸水的业者，敢若是想要趁这个机会趁一条啊！伫咧价值上千万的徛街出货买人，可能伫咧徛街区电解加工伫违法的边界。建设处接到消息了后，随来加查开罚单。我把你叫少年出来啊！徛街区唔若听到有人咧冤家，阁有民众摕手机来录影，地点就伫即号。车库无停车，蹲真侪管仔，阁有货车停伫内底，工作人员嘛咧搬货。上陷的是长头白领嘛唔惊，蹲甲那刷的白色的空管仔，加上一堆底货纸箱仔，顶下写讲内底物件就是人咧讲的杀菌水、醋氯酸水。我说，因为我们这个是社区，你们不应该在社区里面加工。他说，他们只有分装而已。民众怀疑业者甲徛街当作工厂，佮讲当地最近定定拢会当闻到真激的味。这2天开始有工程车进来吊水塔，然后载一些空瓶子进来，很刺鼻味。就是空气很不好啊！疫情愈来愈严重，若喙暗酒精欠费，醋氯酸水嘛，因为分解了后成分较天然，杀菌的效果嘛真好，变甲真像市。南投有民众逼讲，有消毒工厂的业者，伫即栋价值2000万的大景厝的4楼安电解的设备做杀菌水，刷落透过光线送落楼骹包装出货，利用这个方法，让产量增加。工厂要设立的话它必须要符合它的那个土地使用管制规定啊。如果它在里面就是电解生产分装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还是要去现场去看啊。南投县政府建设处讲，徛街区确实袂当生产加工，刷落会派人去调查，若是投诉的内容是真的，绝对会罚。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规定买喙罨要用正名，已经1礼拜，一寡人也是烦恼买无喙罨。新北市3林堡一间合法的喙罨工厂，无互政府征收，私下下卖喙罨，煞互民众检举。调查局落尾去查封，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调查业者敢有囤货，也阁有敢有超工吊关价情形。像这款工厂，也阁有51间。经济部讲无禁止袂当卖，避免阁有争议。为今仔日起，合法的工厂生产的喙罨，国家拢会慢慢收。工业园区内底这间铁门拖落来做喙罨的工厂，看起来就甲普通的邻家厝同款。不过内行的民众拢知影，要买喙罨来吃着无唔对。在过年前，我女儿感冒的时候，我有跟她买了1盒回去给她。我们当初的时候是4块钱，然后晚上我们不知道啦，5点就下班了，所以不清楚。这卖喙罨介绍真实在，附近的民众食好到小报，结果互人检举。调查局随派人过去查，尾啊防查封。三林堡这间做喙罨的工厂有医疗许可证，会当合法生产医疗用的喙罨。伫武汉肺炎爆出来了后，煞无互政府征收。喙罨欠货这段时间，一包100块卖500块，一个人一届上济买2包。调查局甲卫生局的人过去稽查的时阵，敲到普通的喙罨14外万块，佮医疗用的喙罨91外万块。
怀疑业者有挑工蹲会要甲介绍押关的嫌疑。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61条约谈侦办。外界即马嘛想要问讲，有合法煞无妨停收的工厂，私底下卖翠暗，到底敢有算是踏着红线？可不可以在外面贩卖？基本上呢，没有特别的禁止，但是我们希望在防疫的时候能够投入防疫所需。那也跟各位报告，我们经过查厂之后呢，就会发出征用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出面解说，讲全台湾做翠暗的工厂有80间，现阶段有29间予政府征收，剩的51间，即马拢真烦恼家己，唔知影是唔是会违规。政府嘛决定为14号开始征收，避免各出现争议。有些厂商因为没有被征用，那也这样有一点进退维谷。所以我们在尽快评估，把这些所有的有在生产合法生产的，我们都会纳入征用。若抄到的迄正百万地翠暗，到底是业者挑工囤货，还是早就已经生产好煞卖出去？检调单位一定会查清楚，避免合法的翠暗工厂无代无志去排这个罪。记者综合报道。关警察带来关心现主持上新的现场消息，这是卡神杨慧茹，互人检举讲伊控制网军，以1个月1万块的代价，叫一个查甫叫蔡福明，伫咧 PTT 铺文带头来批评日本大阪办事处。去年12月初，互人依照侮辱公务人员罪，也佫有侮辱公司罪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下早开庭审查，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徐旭杰来采来了解。旭杰。但是面对媒体是不愿意受访的，全程是快步走进地院。那么这也是杨慧茹去年12月被起诉之后，神隐2个多月首度露面。但是呢，在开庭前，昨天晚上10点半，他就在脸书发出700多字的贴文，解释呢自己也是被中国假讯息误导的受害者强调自己跟律师团队一定会拿出证据，争取司法上清白的判决。不过检方的起诉指出，日本关西机场2018年期间因为台风关闭，那么一名呢 PTT 网友炮轰我国驻大阪办事处，间接导致苏启成轻生。而当时呢发文的 IP 位置就是杨慧茹的手机，还从他手机里面发现，从2018年8月30号开始，他就涉嫌呢透过赖群组、高雄组指示下线蔡福明等人社群媒体上发文带风向，每个月呢发放1万元的薪水给旗下的网军。但是呢杨慧茹是否认犯行的，他辩称他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呢，为这个手机的热点开手机热点给分享给蔡福明，文章也并不是他发的。他看到之后呢，因为赞成文章的内容，才会呢请大家推文给钱，也只是请大家吃饭而已不过呢，检方掌握杨慧茹2018年9月1号在群组中发出的一段话。业主说好像上面那些都没有处理，显示说呢杨慧茹背后还有藏镜人，他的辩词呢是不攻自破的。至于呢这一名业主是谁，法院的后续开庭呢，我们就看杨慧茹接下来会怎么解释。以上说你掌握最新状况，先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旭杰，继续要来关心应付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高雄市卫生局就调较偏乡的卫生所护理人员来支援，煞引起争议。因为因爱上暝仔班，为下晡4点上到半暝翻点，12点下班。过两天下早8点，过来登记原来卫生所上班做事。像讲上远的架线路途72公里远，护理师可能都要一天安尼来来去去，困无6点钟，可能会过劳。不离个卫生局人员讲，上主要是调班，支援的人嘛用用申请加班、补休困的方式来休困。防止疫情，卫生局招叮当特别成立疫调支援中心，连偏乡卫生所的护理人员也受到征调来支援任务，但是北邦顶管这个小夜班却传出争议。征调医护人员轮小夜班，每天下晡4点到半暝12点，支援局本部以后传出过等工透早8点，过来登记原本的卫生所上班。每一摆征调基本是2礼拜，包括拜六甲礼拜日。只是高雄市卫生局伫咧林雅区来看这个路程，亲像内门、美容这个所在有袂少的距离，拢超过40公里。上远的架线卫生所甚至有70公里遐尼远。支援的人半暝12点下班以后，就要搁透半暝。赶路登去原来的所在，赶一透早8点上班，恐惊会超到破病。在调资源的前提之下呢，就是防疫的任务优先。那该日只要轮到小夜班的，他当天的班就已经出勤了。所里面必须要出勤的话，轮值的部分呢，
我们就依相关规定加班补休。班表惹起争议，卫生局讲，防疫非常时期，以防疫征调的工课为主。原本卫生所的任务拢有职务代理的人，若是处理袂来，真正要赶转去上班，嘛有加班的补偿。包含交通费的申领，我们都有既定的规定在运作。防疫的能力较压，才会征调有公务员甲医护2种背景的人来伫支援，提供相关的补助。防疫看做是作战，希望会当共同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咱航空业的起草，中华航空公司先宣布主管减薪水，为新历2月16起，台湾各级的主管、外派主管基本薪水拢减10%，嘛延后到属务线投降的时间。另外，中营航空公司计划要甲部分教育训练提早，鼓励员工在这段时间加休特休假、补休困。另外，星宇航空公司属务航线同款嘛是延长到7月，希望大家会当参礼甘水过冬。平常时啊，拢排真侪人的机场出境口，即马变甲空影影，美食街的座位嘛是冷冷清清。武汉肺炎的疫情，毋若降低民众出国的意愿，两岸航班大减嘛影响到航空业。如今华航先来开头一程，宣布2月16号开始会来实施主管减薪的措施，包括国内各级的干部甲外派主管在内，基本的薪水拢总来调降10%。主管职的话应该是可以，但是10%的比例也是偏高。大家共体时间呢？我们交通部是支持华航公司领导阶层主动自己减薪。疫情过去之后可能也还会有这个航空的爆发更大的需求。华航祭出减薪的办法，要来应付这波寒冬，但是目前无考虑放无薪假，颠倒是鼓励员工会当来使用特休，也是来补休假。另外，阁将原定3月底宿务线的首航延到6月12号。中营航空是计划将部分的教育训练来提前办理。若新旧航空是表示，因为航线无济，所以影响较少。但本来预算伫咧4月初6开航的宿务航线会延到7月，有学者分析，疫情对着航空业的影响会搁再来扩大。市场不够，你当然就是要砍班，后续就是砍人，或者是我不需要这么多的机具。这一件事情是延续选举过后，会不会有拉仇恨？疫情结束了以后，运量会不会起来？我个人是比较担心这一点。学者预估，原本较有趁钱的两岸航线，就算疫情结束，嘛真歹恢复以往的愿景。航空业的黑暗期，恐惊会比过去SARS的时阵搁较长，一定会重伤国内航空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下早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家人。下早9点钟，一个28岁查甫去仁义路一间 KTV 唱歌，唔知什么原因，和其他包厢的人伫咧冤家路坐，落尾互嫌疑犯拿刀啊堵上伊的脚趾片，即卖已经互人送去病院急救。警察讲，这查甫互人发觉的时，已经为包厢热甲装病啊，上尾倒伫涂骹，详细原因，即卖警察等咧进一步了解。另外，高雄凤山一架凤翔消防队的水箱车昨暗出勤，要赶去拍火，结果半路经过路口的时，互一架大正拖车弄一个兵车，车内拢总5个消防队员受伤，其中一个55岁姓房的小队长不幸无命。下早消防局嘛有详细的说明。来，它是由北向南开结果它经过撞击之后，变成车头是往从南到北的这个方向，所以撞击力量是太大，所以而且有翻覆的现象所以造成后座的3位同仁包括我们的洪小队长都是伤势比较严重的。小队长是不是有被抛出去、有被压到的一个状况吗？经过现场的一个勘查呢，是小队长他是有抛到外面我们洪永昌小队长呢，从事消防工作已经将近28年所有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都是尽心尽力了那包括他自己辖区凤翔分队辖区的救灾都是亲力亲为了还有支援其他单位，包括那个我们莫拉克台风期间呢，他也深入灾区从事10几天的工作的抢救工作，还有在817爆的时候呢他也在现场协助伤患的护送包括林园石化厂区的这个救灾大寮工厂火警的救灾呢都是只要他带班都是全力的来进行火警的这个扑灭跟抢救非常的尽心，非常的卖力。
目前郭义景已经到一般的病房，那么其他3位呢经过医生全力的抢救目前都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那么生命的真相都相当的稳。其他社会消息继续来关心疫情引起到大学开学时间拢去延长着。台北一个大学3年学生拜三去台东找伊的学弟，2个人烧酒做伙去立上温泉，结果半路摕着一粒大粒石头的顶面休困，敢因为无细力处落去，跌落去深水区，互人找到的时已经无命。专业要带路客讲，立上温泉虽望互人当作是上水上解梦幻的温泉，也毋过要来到这个所在行搭真无简单，毋但爱爬90度。的行，搁爱抗山壁撩过溪，呼吁游客若来这一定爱穿救生衫，才袂发生危险。我们从丽洲温泉下面飞上来。救援人员穿皮皮对山谷深深的温泉，将罹难者抬起来，步爬对顶悬起哩。这男生身高180，溺毙，感谢能够回家。180公分的查甫大学生由救援人员接续送转去厝里，啥物人无想到，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开学，伊趁机会对台北落南去台东找学弟仔做伙去立赏温泉，结果煞来出代志。根据了解，想要来这座上水望景的温泉，必须爱先爬过山谷，克服真崖的山坡，再搁攀附大石头，趟过深水区，往顶游渡溪才会当到。出代志的所在，就伫咧深水区。当时姓黄的大学生因为行较紧，所以先伫咧大石顶悬等朋友，煞唔知影什么原因滑落去深水区，互人发现的时阵，就已经袂赴啊。力道青年及力道村民还有相关的消防人员，现在在扛大体回家的路。目前检察官针对死因来咧验，专业爬山的导游是表示，大石顶悬虽然有线索，但深水区暗藏风险，游客若要去这秘境的时阵，就一定爱穿救生衫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无大埔市桥倒摆互9日，结果这老母甲伊个查某囝煞累残摔一个重伤。新竹一对母仔囝拜二暗时桥倒摆，经过竹北妇幼馆的时，互一只流浪狗虐。老母因为闪袂离，直接倒车，查某囝嘛受伤，害伊总毋甘。这已经是这对母仔囝第3届互9日。进前老母讲有通报动保处，讲动保处无啥要插，才害因伤甲搁较重。可能查某囝受伤，面红肿乌青，当时穿的外套顶悬阁有火，妈妈的心肝就足艰苦的。11号暗时就小姐载着查某囝骑车经过竹北妇幼馆，带互流浪狗来掠刹车。只是骑出去，我们就被狗追了。那他是从对面的车道冲到我们这个车道，其实我们时速很慢，然后我们就摔倒了。这一摔连查某囝的枕头骨头拢摔出去啊！妇幼馆附近的流浪狗有偌恐怖，连囡仔拢知影。爸爸昨天晚上看到，他有追过你又来，但是他被追过。防指控的就这只乌狗，伊真歹的行为，伫咧这个乡里早就已经唔是秘密啦。这对母仔囝嘛，唔是头一摆互狗掠，一个1月22号就互狗掠头一摆，当时人无受伤，但是通报动保处，说讲爱录影，爱有人受伤才会来处理。过了10天，因阁互同一只狗来掠，当时公所甲动保处表示会来到现场了解，只是阁过了10天，这对母仔囝第3摆互狗掠，阁刹车，查某囝重伤，过长工，这只狗才总算是掠起来啊！但是早就伫咧1月底，清洁队就受到委托爱掠这只乌狗，不过说讲，互乌狗走去。我觉得这也太 over 了。你需要到通报那么多次，你才有所作为，因为你的无所为，你非得要见血。就小姐认为，动保处处理伤过消极，建议相关的单位会当修改掠狗的条例。若这只做事的乌狗已经互善心的人士来领养，希望狗互人领养以后，就袂搁四界攻击人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以上的消息来关心台湾和美国最近关系更加密，因为美国小连线来推测对咱台湾有好意的法案。参议员克鲁兹一杀上新的法案，希望让台湾人伫咧美国的限制会当放较凌厉。其中，伊讲美国应该爱允准执行公务的台湾外交人员、军方人员，伫咧美国领土会当举国旗出来穿制服。敢是代表讲台湾美国的关系搁再进一步。立法院上新的消息，赶紧连线记者肖炳仪来带来了解。炳仪。
好，观众呢，台美的关系升温之际，现在的美国的参议员呢，现在推案，希望能够松绑台湾主权象征的一个禁令。好，这是美国的参议员这个克鲁兹，他特别提案，那么希望呢，如果说未来台湾这边包含外交或者是呢军方人员到了美国之后，可以穿上制服或者是秀出国旗。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提案，那么其实呢也象征着这台美关系的升温。那么朝野的立委的意见，带您一起来听。美国从白宫到参众议会，对于台湾官员的访问，那也不分党籍哦，不只是民进党，其实都给予最高规格的待遇，包含说在他们的会议的过程，包含在场景上面也给予我们中华民国国旗，甚至是主动说我会对于美国的官方会对于媒体去报告这些讯息，其实各方面都往这个方向在走了。所以我觉得一步一步大家可以看到好的成果，这一点上面我们都已经有具体的成绩了。那接下来就是说更进一步的相互认同，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都很有信心的。好，所推的这一项法案呢，事实上是要推翻2015年在奥巴马政府呢，当时在中共的要求之下，那么也是禁止台湾的一个相关的主权象征的一个露出。那么也因此呢，现在可以看到，现在美国的参议员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法案，推的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呢，也有8位的参议员的一个联署。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美方的参议员对台的友好的意愿相当多。那么现在推出这样子一个法案，最主要就是要解除所谓这个台湾的主权象征在美国的一个禁令，包含所谓的一些外交还有军事人员，如果在美国的领土上面可以大方的秀出国旗，甚至还穿上制服。当然呢，这个可以看到呢，这个立委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呢是乐观其成。以上目前现场最新，再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评语，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来关心加拿大一个天文研究团队宣布，头一届发觉到位宇宙传来声有稳定的规律，这款快速电波爆发的信号会当追踪到5亿公里以外螺旋星体。正又唱又跳求关注，但孙翠凤开口第一句话却是。哇塞！哇！蹦来个蹦，蹦蹦来个蹦，你唱歌就唱歌一直在背，哎，好啊，哦哎哦哦，这是谁呀？网红啊，网红，嘿，好，给大姐介绍一下，新年快乐！快下载177，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7唱。不管是车上、饭店、你家、我家，完全配合，没有任何底线。台视复活，璀璨耀眼。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调，这是白音。古早市精神的所在，像咱讲低调、低调、亚调，嘛会当讲是用来算市精神的所在单位，像咱讲一条低调。另外，咱一般较常用到的用词，就是念调，咱会当讲是调顶。啊，若是爱做的代志，若是无做规身躯的无爽快，咱就讲是调调。像咱讲耍电动、耍甲调咧。另外，考试录取嘛会当讲是考调，啊若物件袂叮当，咱会当讲是调伫遐。另外文音读做罗，像咱歌戏常常听到拍入天罗，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调北，会当讲是将物件完全吸收，嘛会当讲是合文拢记伫头壳内底。第二个词见调调，意思就是掠调调拢唔放。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做囡仔就足认真，册不管是拢见调调，莫管学文拢读甲调北。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调，这是白音，文音读做罗，提供互大家来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伫咧加拿大一个天文学的研究团队宣布讲，头一届发觉到位宇宙传来声有稳定的规律。这一款快速电波爆发的信号会当追踪到5亿公里以外螺旋星系。咱16天就会出现一届，伫咧4天内1-2点钟就会发射一届电波信号。科学家即马抑阁无法度确定讲到底是为倒位来。不如果这款落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太空信号，引起到科幻
袂将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Detection of an unidentified radio source from deep space can neither be confirmed nor denied. 伫咧主持和舒婷主演的经典电影《接触未来》当中，科学家艾莉听到宇宙的声音，发现对这缕星传来电波信号，真有可能是外星人要传达的秘密信号。如今科幻电影可能会变做是真的。科学家头一摆发现一个对5亿光年以外来的快速电波爆发，是有规律的，每16天就会发射一摆信号。对2018年9月甲2019年10月，这个神秘定幅的信号每16天就会发射一摆，每届拢有4天，期间每1点钟到2点钟发出一个信号。一年来总共爆发28摆。这个快速电波的爆发是天文学家进前就已经知影上稳定定幅出现的信号来源，可能追踪到5亿光年以外一个螺旋星系，伊可能的源头可能是细其他天体运转的天体，或者是甲大质量分星组成的连星系统内底中子星。A fast radio burst is an explosion that happens in space. They're quite bright, but they only last for milliseconds. 快速电波爆发一闪就过去啊，一般袂来定幅，而且能量是真悬，真少数有出现定幅的信号。唔若吸科学家深入咧研究，嘛升起科幻迷各种的好奇。无的确真正有其他的生物伫咧外太空来看地球。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互人足看见，这是中国地质研究一直有新的发现，会当讲是全世界上界大这个神秘洞穴，就伫咧贵州南部山区叫做苗厅。经过科学家用高科技仪器测量了后，发觉讲洞穴内底有1078万立方公尺，全世界上界大的洞穴，算的差不多22座卡球场遮尔啊混看，会当甲一只波音747的飞行机落入去内底，还阁看。最近中国甲日本做伙合作，甲内底点火光，要了解讲内底到底生做圆啊变。苗厅石灰岩山洞虽蒙早伫30多年前，1989年就已经被冒险队发现啦。不过，伊伫地下99公尺深的所在，专长有超895公尺，面积真宽，会当讲是一个超级大迷宫。3、2、1，开灯。为了看清楚山洞内底真宇宙的地质秘境，中国甲日本的专家最近合作，搬92拍大拍的电火入去苗厅，每拍电火拢有30公斤重，佮牵6000公尺长的电线入去，互相合作，甲电火牵好了后，这总算互大家当看清楚苗厅内底的秘境。こちらはこの洞窟で最大の鍾乳石の柱，37メートル。这支真宇宙跳已经有37万年的历史啊！管道桥有10楼这么悬，电火牵好了后，地质学家伫山洞做研究，看起来就亲像高遐尔细。苗厅石灰岩山洞唔但真宽，佮真有气势。手がかりは壁や天井にある複数の滑らかな凹凸や丸い穴でした。山洞内底风解石有真侪碳酸钙成分，用电火甲烧变甲少水的。地质学家讲，苗厅山洞早期是伫海底，经过6亿年的时间，才有今仔日咱看到的这个石灰岩的秘境。贵州主管机关电火牵好了后，刷落来会起报道，互游客行入去这个神境内底，进一步了解地球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来看到今仔日是西洋情人节，来看到古早人讲红鼻若出头，罗汉脚就目屎流。日本百货业者、巧克力豆业者今年就特别推出针对到女性独身啊，买巧克力豆若是要送人，买当家己食。又唱又跳求关注，但孙翠凤开口第一句话却是。哇塞！哇，蹦来个蹦蹦蹦来个蹦，你唱歌就唱得一直在背。哎，好啊，哦耶哦，你是谁呀？网红啊，网红，嘿，好，给大姐介绍一下。新年快乐！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不管是车上、饭店、你家、我家，完全配合，没有任何底线。台视复活，璀璨耀眼。
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发。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发，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欢迎继续来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今仔日是西洋情人节。当年这个节日，日本的百货业业者拢是步数进展，要来拼巧克力豆的生意。往年情人节总是爱互人食甜甜，表示恋情糖甘蜜甜。今年豆业者想着讲，锁定无爱食甜的民众，推出无甜的巧克力豆。另外一寡女性买巧克力，若是为了要送人，有的是要家己食，互巧克力豆的生意会当慢慢啊，搁再扛起来。ハート尽くしのバレンタインコーナーなんですが、実はこれ全部かまぼこなんです。迎接西洋情人节，除了甜蜜的巧克力豆，今年又要来一点仔较特别的。日本新来川一间业者特别杀出情人节专用的鱼板，让人感觉真新奇。いつもチョコなので、新しいバレンタインのものということで。除了有爱心形的鱼板，佫有加入爱心多样的口味，用切落来每一片鱼板来表达心意。随着民众注意健康，业者特别用心来做高蛋白、低油脂，啊，佫有热量较少的情人节鱼板，就是象征讲究用心的消费者。もらう方としてはどうですか？嬉しいですね。对无爱食甜露的民众来讲，情人节的咖喱嘛是一种选择。有食品业者杀出情人节咖喱料理包，口味就有90种，一开卖随着声来注意。另外，伫咧情人节送东苏巧克力豆是日本一场习惯，不过这几年有淡薄仔无共。10人ぐらいにそれぞれ1万円から500円までの差をつけて買ったんで。めっちゃ買いました。日本对1990年代就插起送东苏义理巧克力豆的流行，这项习惯嘛一直传到今仔。但每一年送巧克力豆，造成上班的查某囡仔真大的经济负担。如今有超过8成的人无想要送予查甫东苏巧克力豆，嘛有5成7查甫上班族感觉爱回礼真麻烦，甘愿无人送。结果巧克力豆的市场就开始流水。但是今年出现新的商机。自分で食べます。如今查某囡仔是为着家己来买巧克力豆，是搁较感慨啊！今年巧克力豆的市场规模转好，来到1310亿的入票，相当是360亿的台票。巧克力豆的业者鼓励查某民众爱家己，互情人节的巧克力豆市场打开新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食甜甜，希望会当糖甘蜜甜，这是传统的凉糕啊。有人讲是金蕉鱼，有人讲是鱼糖，吃起来软软甜甜，是真侪人做囡仔时的记忆。即马伫咧市场也是会当看到这款传统的甜点心，也毋过一寡少年辈可能毋捌听过，嘛毋捌食过。烦恼讲传统口味会失去，凉糕仔店的头家叫做陈建明，12年前甲工程师的头路辞掉，转来传承老爸手艺。伊嘛有家己创意的想法，研发各款的新口味，有桂花雪莲子、乌糖番薯，也有日本影帝红豆仔这个口味。它也是很好吃的，只是它逐渐的被现代社会遗忘，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唤醒这一代的记忆。传统的凉粿软软甜甜，让人想到囡仔时代甘甜的回忆。即马记忆内底好滋味变甲更加水。半汤羹的皮是桂花口味。也是未受过头甜的雪莲子，就亲像珠宝同款水。真野目的，阁有内底包菜脯米甲香菇的草仔粿，阁有红豆芽红菇粿，做甲细粒阁立体，果做的外形使游客翕相留纪念。它的外观就是比较很 Q， 就是会比较吸引人，就是像一些很时尚的一些甜点这样子，然后吃起来也不会太甜这样。然后跟那个皮搭起来，口感还蛮特别的。
开发几多种创意亮过出来的陈建明，头壳内定拢有新的想法，伫伊家己梦想的世界内底慢慢啊实现。地瓜跟莲子。对家己的产品真有信心的陈建明，见若拄到问题，伊拢无闪嘛无放弃，冷静落来甲问题解决。因为伊的心内早就已经画好一幅未来的图啊。希望可以把粿这一类的，不只是凉糕，可能包括一些昂古粿或者是年糕，这些我们一些台湾传统技艺的一些点心，我们是希望可以发扬光大。我们希望，它可以也代表我们台湾的伴手礼之一，比如像凤梨酥一样。我们也希望说未来的一个的愿景是说，观光客来的时候。他是为来寻找这些贵的一些产品，而不是可能拜年节才会出现的一个点心。一份两过有珍贵的回忆，更有陈建明对传承的责任，甲想要对少年一样的人讲不完的台湾点心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又唱又跳求关注，但孙翠凤开口第一句话却是。哇塞！哇，蹦来个蹦蹦蹦来个蹦，你唱歌就唱个一直在背，哎，好啊，哦哎哦，你是谁呀？网红，嘿，好，给大姐介绍一下，新年快乐！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不管是车上、饭店、你家、我家，完全配合，没有任何底线。台视复活，璀璨耀眼。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郑重点，妈，哪里的很整齐的？帮请坐。这些是你跟佑婷去买的，还是你跟你的女朋友去买的？那时候带她回来让我看看。不好意思，这是我叫的车。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人做代志，旁是一个动物，咱相唱默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阿妈那么细呀，你可以不用这样吗？神明不是说你28岁要接当爹？我只是还在想，这几年人一个一百个出钱出力后退，大家解决问题所以大头7张6月。今晚上几点啊？我们晚上用功啊！阿静，你打算去冲啥？报伤了。每周6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三藏的血已经渗入香炉了，三藏跟我的气会慢慢的互相改变。我好像开始有了一些能力，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守护你。你也来戴上金刚箍吧。现在你将会成为我
你会代替我在这里永远的沉睡。三藏，是阿斯女做的。那个女人已经死了。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孙生又唱又跳求关注，但孙翠凤开口第一句话却是：哇塞，哇！蹦来个蹦蹦蹦来个蹦，你唱歌就唱个一直在背，哎，好啊，哦哎哦，你是谁呀？网红啊，网红，嘿，好，给大姐介绍一下，新年快乐！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不管是车上、饭店、你家、我家，完全配合，没有任何底线。台视复活，璀璨耀眼。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正中对了，妈！哪里的很整齐啊？帮请坐。这些是你跟佑婷去买的，还是你跟你的女朋友去买的？那时候带她回来让我看看。不好意思，这是我叫的车。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人做代志，行是一个梦，咱相唱默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什么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阿妈那么细呀，你可以不用这样吗？神明不是说你28岁要接当兵？我只是还在想，这几年啊，人是我这帮的出钱出力后替大家解决问题啊。诸位啊，大同西山落力啊！今晚上几点啊？我晚上用功啊！阿静，你打算冲啥？报伤了。每周6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三藏的血已经渗入香炉了，三藏跟我的气会慢慢的互相改变。我好像开始有了一些能力，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守护你。你也来戴上金刚箍吧。现在你将会成为我，你会代替我在这里永远的沉睡。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是法国办宽普罗旺斯自由车的比赛，其中在地选手布哈尼伫头一站就拍败意大利的对手，摕到这一站的冠军。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欣赏，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
又跳求关注，但孙翠凤开口第一句话却是：哇塞，哇！蹦来个蹦蹦蹦来个蹦，你唱歌就唱得一直在背，哎，好啊，哦哎哦，你是谁呀？网红啊，网红，嘿，好，给大姐介绍一下，新年快乐！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唱。不管是车上、饭店、你家我家，完全配合，没有任何底线。台视复活，璀璨耀眼。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发。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发，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午安，欢迎收看2月14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刘一涵。午间大头条来关心，菲律宾拒绝解除对我国的旅游禁令，让蓝营呼吁政府要有强硬的反制。还要带你来关心，北韩有官员在被隔离期间偷跑去泡澡，遭到逮捕枪决，在稍后都会有详细的报道。新闻开始来关心，消防小队长出勤，才开出分队1分钟就发生了死亡车祸。昨天晚间，在高雄凤山区凤顶跟过皮路口，有一辆正在直前的消防车是被硬车直接给撞上。强大撞击力道把消防车撞到180度侧翻，车内的小队长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而车上其他4个人则是分别受到轻重伤。这名硬车驾驶他的酒测值0.06没有超标，他说呢，疑似是因为视线被桥墩给挡住了，加上没有听到鸣笛声，才会发生死亡车祸。随后也被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消防车的鸣笛声划破天际，用路人纷纷停下礼让，但没想到下一秒，右侧的一影车丝毫没有减速，直接冲了出来，两台车双双撞上，扬起一片尘土。再看一次车祸瞬间。砰的好大一声，两台车撞成一团。因为强大的撞击力道，消防车整台180度翻覆倒在路边，而硬车则是往前开了好几公尺才停了下来。撞击的惊险景象把路过驾驶给吓坏，大家赶紧把车停下，并且报警处理。消防车车头凹陷变形，零件散落一地，车上人员受困在内。弟兄们把握时间来抢救。花了将近1个小时，受困人员陆续被救出，但看到自己的同袍满脸鲜血，全身多处受伤，大家忍着悲伤大喊加油。不过经过抢救，一名冯姓小队长还是宣告不治。13号晚间9点多，高雄凤山凤翔分队接获火警勤务，无人小组开着水箱车出勤，才开出分队不到1分钟，就在凤顶过皮路口遭到撞击，整台车旋转180度，后座的小队长疑似被抛出车外，不幸殉职。那个窗户关起来，因为在开过来的时候，可能环境也有影响它。酿出重大车祸，硬车驾驶看着现场一片狼藉，一度红了眼眶，说自己疑似被桥墩挡住视线，加上没有听到鸣笛声，才会发生死亡车祸。号志是红灯没有错，但是他是为了执勤哦，他有鸣警笛，还有开警示灯，一切都合乎规定。之后他就是有抢快，还有抢过的情形发生。这起车祸造成小队长不幸身亡，其余4人轻重伤。至于详细的车祸原因和相关责任，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